台中新光3月起报案到达已经半个月，这个专柜人员是无法度上班，影响收入。昨台中市部办第2个拍卖会，有的厂商就请因为目前不得已停办的专柜人员来顾担。也若是新光3月的第2卖场3月初一就开始营运，第2个安置本地的百货人员。几下卖物件的人员那款货，那协助人客试穿或者是算销。新光3月台中店前发生爆炸了后，卖少专柜的人员烦恼因的头路，嘛无想要去互调去外县市，即嘛总算有机会会当暂时留伫台中做工课。临时没有工作，大家心里会有很多恐慌。外地交通很不方便什么的啊，在这里就是离家很近的。我是台中人的话，那是不是公司也会补助我在外面的租屋津贴啊，或是油资上面？那就是要纳入考量啦。如果人在台中，那就是最好了。爆炸案件到达已经半个月，部分专柜的人员到达也无办通好上。台中市部27开始的促销活动，虽然不是新光3月主办的，不过有不少牌子原底伫新光3月都有专柜，即嘛暂时禁止促销的活动，嘛有这原底伫新光3月的员工会当依期生活。在服务人员方面也有很多贵哥贵姐，他们在这一次因为整个台中的关系。所以更有机会来服务大家。新光3月按算3月初一开始，要启动第1阶段的第2卖场，地点同款伫台中市部。新光3月表示，会协同要4000的员工，800个专柜的厂商研究第2安置的方案，后续嘛结合其他的地点甲分店，展开相关卖场的部署。一共这一次呢，就是有27个厂商可以参加这个部分赛。后续我们会再找其他的适合的场地。那事实上，全省的星光3月呢，不管是在台北的南京西路店，不管是在信义店，还有台南西门店，都会陆续的展开。因为新光3月提出的人员出入防护计划，目前还有缺失，要等咧补件。若是有通过，会赶紧安排员工去摕物件。也若外口壁安全防护的工程，目前嘛等咧进行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